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哦，好，安尼，敢有人会当去立 PPT 一个？现主是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，第一首是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咱来唱第一站，预备来。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咱的眼睛着看见强强，心看着强比先受尽。好，来唱第二位。圣诗138首，这首第一节是原本的词，后壁牧师甲罗牧师有做改编。咱斗阵先来唱第一节，唱互熟吼。预备来。咯，
历史到遮，啊，请有带手机啊，甲关机啊关做震动。
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73首《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》。咱做伙用新的诫命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你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听。你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9篇，那就是诗篇24篇。第甲第章的万米朗述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。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
即款人找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应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应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伊是应邀的君王。咱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万国的人拢着学了你，你的名永远伫地，列邦的人拢要称颂你的名。你笑脸阮是有限卑微的人，伫阮还未捌你以前，已经竞选阮做你的囝儿，甚至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做阮的救赎。阮实在满心感谢。阮常常受着引诱，迷失伫世间的奢华宴乐，也是无闲归日，只不过是专心致意伫明仔载的日子。毋知影真正应该爱追求的是你的国甲你的义。求你互阮有智慧，知影爱时常跟对你。常常把圣经的话刻条伫心内，求你互阮有疼心，时常关心身躯边的人，佮互阮有能力去帮赞别人。求你互阮有传福音的热情，欢喜去完成你所交代阮的大使命。虽然阮知影阮无完全，阮是有罪的人，毋过你已经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做阮的中保。阮真正感谢你，耶稣为着阮的罪来顶死伫十字架顶，即款的疼是何等的深。阮着爱做伊的学生，永远跟对伊的脚步。今仔日阮聚集伫遮，求你的圣神时时甲阮同在，借着牧师的讲道，互阮的疼心甲智慧哪加添，互阮搁较有传福音的热情。阮所倚靠的救主耶稣会甲阮同在，互阮通出去为着主做见证，传扬救恩的好消息，甲一切荣耀拢归乎你，阮的上主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要赞美的诗歌是《信靠耶稣》。
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1章12到17节。我感谢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甲伊侮辱，要求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还未信、毋捌的时，才安尼做。咱的主赐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互我得到甲耶稣基督结连，才有的信甲听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，即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我是第一歹的，毋过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即个第一歹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，看袂到，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所要讲道的题目是伫深恩遇见你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踮伫主日的清早，愿通来到伫你的面前。照着你的话，帮助阮看见家己，也照着你的神，阮会当重新得到搁活的活命。愿主帮助阮踮伫每一日，阮搁较高来跟对你，也归一切荣光在伫你。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啊，这来平安。我捌甲一个做辅导的老师踮伫遐咧开讲。就开始彼此咧讨论讲，到底做牧师甲做辅导到底有啥物共款的所在，嘛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。最后讲到上落尾，咱彼此咧分享讲，有当时侪人来找阮，会当真做人帮衬的遮个人的时阵，拢是一直带着共一个问题来到伫咱的面前。带着共一个问题，有当时拄着上大的困难是。到底要甲伊讲要安怎做，还是莫甲伊讲安怎做咧？其实有当时上困难的是，咱可能知影要安怎做，但是如果即个人的生命无法度行到一个坎站，咱真歹甲伊讲，真正照安尼做都会当解决。也就是讲，当人无法度认捌到家己踮伫亲恩的中间的时阵，人是袂真正超找讲，到底我如何来赢过现主时的困难呢？所以，这个到底要找一个方法，还是莫找一个方法？这永远是一个真大的课题。今仔日咱读提摩太，提摩太前后书其实咱看这个名就清楚知影，是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信。其他的批信其实。保罗拢咧表达，伊要对迄间教会讲啥物，但是来到伫提摩太的时阵，咱会当清楚知影，会当讲是一个老师要写予学生的一段话。这个老师要写予学生一段话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学生开始担当爱起造教会牧养正人的工作，所以这张批信看起来，若是对学生的角度，伊会认为讲。敢会当得到一寡答案无？敢会当得到一寡我会当安怎做的方法无？毋过咱若详细来读，咱就会发现讲，可能保罗将来毋捌甲伊的学生讲，会应该安怎来管理，应该安怎面对教会的问题。伊不断咧讲的拢是伊生命的见证甲故事。这是一个特别的事，有当时咱拢是真望讲，当咱要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会当有人甲咱讲，你著互我一个方法就好啊嘛，你著互我安怎做就好啊，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好啊。毋过保罗就一直讲的就是，我生命的故事到底是甚物？
所以咱详细来想看卖提摩太面对的到底是甚物？伊所需要服侍的所在是以弗所的教会。踮伫以弗所的教会中间，即间教会照着阿波罗所建立。保罗踮伫伊第2摆宣教旅行的时阵来探访即间教会，嘛踮伫遐待3年的时间。所以咱会当想啊，即间教会经验过2人的牧者，头一个叫做阿波罗，第2个叫做保罗。安尼即间教会应该安怎？阿波罗会当讲是迄个时代口才上介好的牧师，保罗是一个神学装备非常好的牧师，所以经验这2人的牧师了后，即间教会应该安怎？应该对信仰有足标准的trình捌，应该是安尼，甚至保罗搁踮伫遐待一段真长的时间。后来咱嘛看到保罗写一封批信予以弗所教会，对无？保罗写一封批信予以弗所的教会，踮伫以弗所书内面，咱会不断去看到讲，伊咧讨论一个议题，叫做上帝的恩光。安尼，咱就会当看到讲，保罗踮伫其他的批信，可能咧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咧处理即间教会的问题，但是踮伫以弗所书内面，伊却讲的是上帝的恩光。意思就是踮伫伊的心内面，伊知影。以弗所教会行到伫即个坎站，伊所会当人见证的是上帝的恩光充满踮伫咱中间，听起来真正袂歹。踮伫使徒行传路加上路尾，伊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主的道踮伫遮得到传开阔，所以教会大大兴旺。讲到遮拢袂歹，但是当提摩太要进入以弗所的时阵，拄好也是即间教会对看起来风声刮落来的时刻。踮伫遮发生了什么代志？踮伫遮，保罗伫第1章，伊就开始咧讲啊，有人咧传讲一寡无正确的教义，有人咧讲一寡真奇怪的传说，甲落长的族谱，侪人开始咧关心的。无过是上帝的应邀，侪人开始迷失，毋知影讲到底要讲啥物，甚至有人一直踮伫遐咧讲，我咧传讲上帝的律法，但是伊家己拢无相信。看起来，提摩太进入的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充满困难的教会，是一间看起来已经败绩亲恩的教会，因无感觉。但是提摩太甲保罗知影，总是这个时阵，提摩太踮伫遮，到底要安怎办？面对的是一个过去有恩光，但是现主时已经落落来，踮伫亲恩却完全毋知的教会，到底提摩太要安怎来回应？若是咱可能嘛一直咧想，啊保罗你遐厉害，敢会当交代一寡迄步无？敢会当交代一寡简单会当处理的方法无？毋过真明显，保罗无安尼做。伊讲一句话真重要，伊讲的是伊生命的见证，讲我感谢赏赐我气力的耶稣基督，因为伊看我通信任，指派我做车因。保罗家己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咱有听到伊的重点无？咱会当成做基督的车因，是因为主基督看咱通信任。伊看保罗讲，伊看我通信任，指派我做车因。过去我帮助上帝，迫害上帝，但是因为奇妙的疼，今仔日我会当徛在踮伫遮。迄个意思就是。过去我捌踮伫亲恩的中间，过去我嘛同款捌踮伫亲恩的中间，总是耶稣基督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这个车因。保罗伊咧表达这项事，也都是通过伊家己的见证咧鼓励咧收这封书信的少年人讲啥物？你今仔日
会当担当这个位置。你今仔日得到主基督的车因，也是因为你通信任。你通信任，所以无论现主是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重要的拢是耶稣基督。保罗想要向提摩太表达，毋是我即马甲你讲什么方法，讲一个标准的答案，讲一个那公式一个，就会当解决教会所有的问题。今仔日唯一重要的是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总是耶稣基督看我通信任，同款，耶稣基督也看你通信任，所以你会当担当这个车因。伊一直在强调的是，咱拢毋是上界重要的迄一位。对整个教会来讲，咱拢毋是上界重要的迄一位，唯一重要的只有耶稣基督。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，无论教会会经验到真阴光的时阵，教会也会面对伫济点伫亲恩的时刻，永远爱会记哩。咱不过就是受上帝拯救的罪人难尔。这是保罗一直想要向提摩太表达的。总是经过每一个世代，咱拢真困难的，就是人啊，就是永远想要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。拄着生活中间问题的时阵，就想要找到底，互我一个真简单的路会当行无？踮伫教会中间，咱拄着济无共款的挑战的时阵，咱嘛想要去找，敢会当有一寡标准的答案来克服。包括咱要向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嘛干那想要讲一套标准的公式难尔，无去面对真正重要的是，咱是有罪的人，敢毋是？所以就亲像一个人讲一个故事，伊讲一直想要找标准答案的人，就那亲像一个人受到大水所围累，伊无法度逃脱，都拄啊要互大水冲走的时阵咧，有一支迄个手机出现踮伫伊的面前，所以伊就甲伊扣咧，讲哦，安尼真好，无论大水安怎来，我会当得救。时间久啊，大水退啊，迄个人安怎？又玩扣咧遐，啊大水已经退啊，伊又玩扣咧。身躯边的人都甲伊讲：“你会当落来啊？你会当落来啊？”迄个人都讲：“无，我得救啊！我为什么得救？因为我都敢若捡着这支手机，所以是这支手机救了我。我绝对袂离开这个所在。这就是我得救的所在。对伊来讲，得救是啥物？”对伊来讲，得救是迄支手机，毋是想使伊有迄支手机的上帝。咱敢会安尼？就是无论经过偌济时间，经过偌济变动，咱永远认为耶稣基督干那会当是迄个点伫我破病的时阵，互我得到医好的，这才有算。耶稣基督永远是迄个我所知影，当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就是照安尼救我，所以一直认为讲干那一个答案，干那一个公式那尔，人会因为家己的经验限制了家己，认为讲只有家己的经验才是全部。保罗清楚知影这件代志，所以保罗才会甲提摩太讲，重要的毋是我甲你讲。教会的旧算要安怎处理？教会即马行政要安怎处理？重要的是重新转来伫，当咱拄着困难点伫亲恩中间的时阵，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所以有一个人讲了真好嘛，每一个事故拢是故事，每一个人生中间的事故，拢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故事。所以写伫提摩太的批信中间，保罗伊劝勉，你爱持守
你自细汉都已经接受甲确信的真理，你知影什么人是你的导师，什么人会当引带你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拯救，什么人是伊的导师呢？是保罗，也包括伊的外妈甲伊的老母，通过每一个信仰的典范所留落来的脚迹，互提摩太会当继续行伫即条拯救的故事中间。保罗嘛不断地回顾讲：我是罪人中间第一派的，我是第一派的，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互伊会当成做济人的典范。咱逐摆读圣经拢会感觉，保罗就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啊！保罗就是一个圣经足熟、神学足熟的人，但是保罗却一直咧强调，伊是罪人中间第一派的。伊一直咧表达讲，人啊，真正无啥物了不起，就算讲拥有地位、拥有财物、拥有济神学的装备，但是无啥物了不起的。咱会当做基督的车因，只不过是因为伊看咱通信任咱尔。如果咱袂记哩即项事，咱永远会将保罗、将提摩太、将圣经中间每一个咱所读过的人物，当作是伟大的人物。咱袂点伫遮的人物中间看到咱家己。我都点伫每一个圣经人物中间看到咱家己，人就会愈来愈骄傲，人就会愈来愈认为，迄是保罗，迄毋是我；迄是提摩太，迄毋是我；迄是彼得，迄毋是我。当咱愈安尼想的时阵，愈就会袂记哩一项事：上帝拯救的，拢是每一个自微细的人。点伫每一个自微细人的生命中间，咱拢通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保罗望提摩太会当去学习每一项事，无论看起来是成功是失败，拢是上帝备办的奥秘。咱敢有确信生命中间所充满的是上帝的奥秘无？咱一直咧对抗。无愿意看见上帝所备办的奥秘，咱想要挖靠家己的气力去安排一切，照家己的计划，望照安尼做，就会当恢复迄个阴光的教会。这是提摩太所面对的。总是上帝的奥秘，就是每一个现主是看起来的成功甲失败，拢是伊拯救的故事。拢踮伫遮个故事中间，看到讲，人只有踮伫面对亲恩、了解亲恩的时刻，才会当拄到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前几日踮伫松大，咱有一场的演讲，邀请咧做安宁照护的医生来分享。伊分享了非常的精彩，我甲伊咧讨论一项事，就是人生到伫上路尾。拢爱活出家己的款式，这是伊演讲的题目。人生到伫上路尾的时刻，拢会当活出家己的款式。总是咧讨论的过程中间，上困难的是啥物？就是人永远毋知影生命上路尾的迄点是啥物时阵，敢毋是？这个时间点永远毋是人会当去控制，所以直到伫生命路尾站，拢会当活出家己的款式。若是要照安尼，我就甲伊分享讲，这真正足困难的咧，这真正是困难啊！所以人若是无法度去知影讲生命的上尾啊，迄个上路尾，安尼你会当做的是啥物？你会当做的只有活出你家己，敢毋是？踮伫每一个时刻活出你家己的款式。迄个活出你家己的款式，就是
真实去面对生命中间的事故，踮伫亲恩的时刻，学习看到新的启示，看到新的奥秘，然后咱会当搁向前行，咱会当一直行到伫路尾，直到有一日真正行到迄个人生的上尾路站，因为迄毋是人所会当比办的。通过这场演讲，我学习了真济。人生总是爱面对济济的结束，咱才有法度看见新的开始。所以保罗咧甲提摩太勉励就是安尼：阴光的时、成功的时，永远有一个结束的时。但是当迄个结束的时，踮伫亲恩的过程中间，咱才会当去看见耶稣基督永远有新的事会发生。通过现主时的咱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奥秘。搁一个礼拜，我需要到伫美国有一礼拜的时间。踮伫这一礼拜的时间，我不断咧甲美国的牧者咧讨论我就甲因分享讲，反正我就要过啊，恁要安怎拜，就拢互恁拜吧。要安怎拜拢不要紧，我望会当做一寡宣教的工作。重新来回顾的时阵，我发现这是一撮充满奥秘的旅程。但是这个旅程持续偌久？2年多的时间。这2年多的时间是一开始，踮伫加州的牧师摕一本英文的论文出现踮伫咱的教会中间。当伊头一摆来的时阵，我看伊的面，充满济济烦恼甲担忧。迄个担忧是教会渐渐咧衰弱，济人离开教会，伊毋知影要安怎办。但是当伊看到这本册的时阵，伊发现，迄当时踮伫1970年代，济台湾人迁徙到美国，主要是因为政治的原因，所以去到伫美国。踮伫美国，这个作者踮伫旧金山咧读伊的博士班，伊看到济台湾人踮伫洛杉矶无教会、无组织的所在，所以就开始咧祈祷嘛望，到底上帝讲要如何踮伫遐来发展？伊开始踮伫论文内底写整个的故事。伊讲一开始真正踮伫洛杉矶无人，所以差不多逐礼拜爱对旧金山开车到洛杉矶去主持聚会，搁踅倒转来。这到底偌远？差不多爱即马开嘛爱开差不多6点钟以上的时间，为着干那要主持一场礼拜，然后为着要找教会通聚会，去邀请去问一间日本人的教会。迄个日本人的牧师听到台湾人望踮伫遐要设立一个团契的时阵，心内底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迄个日本牧师讲，我其实是一半的台湾人。但是我一句台湾话拢袂晓讲，所以拍开因的心，愿意接纳这个团体踮伫遐咧聚会，慢慢一步一步，教会得到建立，嘛开始传出去。这个牧师摕这本册来找我的时阵，一开始是烦恼，但是愈向前行，伊愈分享讲，是上帝宣告的故事。互咱今仔日会当继续下载，互咱会当继续向前来行。所以这段时间2年外的时间，有人协助咧翻译，有人协助咧出版。到伫最近，册顶礼拜拄啊印好，但是新的问题佫走出来。新的问题佫走出来，就是到底这个册要如何送到伫美国？这个册要如何送到伫美国？要安怎送拢袂赴？佫看到中华邮政公告讲，最近无收包裹，因为关税战。我咧讲生笑讲，我头一摆知影讲，原来我嘛会受到关税战的影响。到底要安怎办？到底册要如何到伫美国去咧？我想到踮伫
后礼拜9月23，咱总会有一团人要到伫旧金山参加神学讲座，因迄团有25个人，所以我甲总会的牧师联络，望因会当斗3工，所以因有答应要将遮个册送到伫旧金山，但是目的地是对，目的地是洛杉矶，目的地是洛杉矶，所以讨论了。北美的牧师甲我分享讲，安尼老牧师，请你先陪旧金山，你先陪旧金山，甲遮个人会合，甲遐个册会当查落来。摕到了后，伊讲伊要对洛杉矶到旧金山甲我会合，然后租一台车，咱2个人对旧金山塞车，转来到伫洛杉矶。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才体会一件事。即段路毋就是迄本册内面所咧讲的嘛？即段路敢毋是就是迄本册内底所咧讲的？迄当时因对旧金山到伫洛杉矶，为着上帝福音的缘故，所以行即条旅程的过程。所以其实我看到即项事的时阵，定心来看，心内底是感动，就是咱会当行伫过去。上帝宣告的脚迹所留落来的道路，踮伫一步一步咧行的时阵，咱会发现一寡新的物件一直咧发生。我敢若去短短几工，总是因真正排了足满。比如讲，到伫洛杉矶了后，过顿工早起5点，就爱搁坐飞轮机，到伫休斯顿，踮伫遐先做一场的演讲甲分享。然后佫坐转来洛杉矶，因讲因望的就是上帝宣告的故事会当继续传扬落去，莫因为教会有可能面对衰弱凋零的事实，总是逐个人袂记哩上帝宣告的稳定。其实这是咱到今仔日会当得到徛在非常重要的。当咱今年也咧讲。总会宣告160周年的时阵，咱敢有继续行伫这条上帝宣告奥秘的道路呢？咱敢有阁会记哩过去每一个世代的人所行的故事无？每一个事工，每一个行程，其实拢咧见证上帝的奥秘。踮伫10月底，咱要办耶和华礼拜。要办耶和华礼拜，看起来就是一场耶和华礼拜那尔。总是重新回顾，自1年前，阮踮伫办公室内面咧讲算笑讲，咱教会耶和华礼拜人遮济，无啥物所在会当第下落雨，所以讲算笑讲无咱来去维武营吧。旧年去东海嘛，所以讲算笑讲今年咱来去维武营。遐会当办耶和华礼拜无？当然嘛袂使，当然嘛袂当踮伫维武营内面办耶和华礼拜。总是嘛照着济同工的努力，济同工的努力，包括维武营内面的同工，有人也是教会的人，因真认真咧替咱联系协调遮个事。所以最后，互咱一个答案就是踮伫音乐厅内面办吼，迄伤过困难，搁爱卖票。咱去办绝对了钱，但是会当接受咱踮伫音乐厅外面的迄个广场遐来办一场音乐会，会当踮伫遐办音乐会，还强调咱讲是耶和华礼拜，对外面的人讲是啥物？音乐会。对外面的人讲，这是一场音乐会。但是，就算讲是安尼，每一个咱要演出的节目，也爱受到因专业的审查，因有同意咱会当踮伫遐办音乐会。所以，这场的音乐会其实是完全开放的，因为踮伫广场嘛，所以人要来，人要去，咱无法度管啊。所有的人拢会当踮伫遐来参与，咱要讲啥物？咱要讲巴克的牧师的故事。
咱要照着圣歌队的服侍、青少年主日学的服侍，咱要讲别个的牧师的故事。所以，这个耶和华礼拜其实是宣教的旅行。这场耶和华礼拜毋那是耶和华礼拜，是一场宣教的旅行。咱会对遮出发，但是迄个下晡，你会通去邀请你所有的朋友，因会当自由来到伫这个空间，咱会踮伫遐共同见证上帝的荣光。咱会讲起上帝宣教的故事，北克的牧师来台湾150周年，伊如何流落遮水的为山。其实每一个艰难甲亲恩的经验，拢是教会会当阁继续向前的机会。伫每一个困难，也愈去体会讲，是上帝看咱通信任，所以指派咱做找因。无论是到伫美国去宣教，也是咱要做伙踮伫维武营，踮伫遐咧宣教。请咱会记哩，是上帝看咱通信任，将这个事交伫咱每一个人的手，指派咱做找因。最后保罗才会讲，咱所做一切是愿尊贵荣光，拢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，看袂到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伫永远。咱拢参与踮伫即条宣教的故事中间，每一个亲恩的经验，拢是稳定的经验；每一个绝望的时刻，也是拄着上帝的时刻；每一个生命中间的事故，拢会成做水的故事，互咱人宣扬，人分享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踮伫亲恩。旧见里，旧见里是生命内面的事故，对入无尽的亲恩，失去信心，失去愿望，失去所有。伫亲恩想要掠条半空的绳索，脱离捆绑，夺取自由，却敢若是。一处处的对落，一处处的打击。伫亲恩旧见里，事故正做故事，你的灵敏正做我的拯救，你的应允启示我的使命。打旧见里，亲恩正记号，做人正稳定，新愿望、新故事流传到。永久，咱会一代搁一代宣扬主的作为，总是会记哩，亲像保罗写互提摩太的批信共款。伊毋是讲你着安怎做就好啊，伊所讲的是永远会记哩。咱不过是罪人，咱不过就是软弱的人，总是耶稣基督看咱通信任。指派咱做找因，伫每一个生活的所在，伫每一个时刻，咱拢归荣光互上帝，直到伫永远。请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，正做咱的回应。耶稣原本是上帝。耶稣原本是上帝，你应交还家来救世，有约心道的大故，拢是望之救主。拄着你心
是心心也是不忘，是去所有万事希望，第一亲研究掉灯锁，我困白金处处有，求之无处处对路，受大吉处处是错。第一情愿我拄着你，一经事故化罪故事，你怜悯罪我拯救，你去经阮去世使命，拄有你亲眼正记号，最佳真地稳定目，真故事万岁流传，最婚姻归主高兴我。放心来祈祷，主阮需要你的帮助，踮伫阮软弱的时，踮伫阮得罪你的时，阮需要你的怜悯。亲像主你如何信任保罗，信任提摩太，指派因做找因一样，阮也清楚知影，虽然看起来阮是软弱，是微细，总是你也看阮每一个人通信任，将这重要的事交代互阮，互阮踮伫人生中间会当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，勇敢向前来跑走，互这故事会当延续落去。虽然阮会拄着亲恩，拄着艰难，总是阮愈清楚知影，踮伫亲恩的所在，也是稳定的所在；踮伫困难的所在，也是得到你疼痛的所在。愿你使用阮的性命，通见证你的荣光，直到伫永远。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来到马太第10章第1节到25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吼。好，过来第一项报告的就是，咱等的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，所以嘛，请咱的同工会当做伙来参加吼。好，第2项就是我会踮伫后主日的暗时吼，后主日暗时前往美国，我转来的时间是台湾时间10月初1的透早吼，所以我会踮伫休斯顿加洛杉矶2个所在演讲加主日的进度，所以嘛，请咱为着我一体行程来祈祷。好，过来第3项，咱顶学期奖助金接受申请，所以若符合资格者的学生会当来申请吼。好，过来咱10月26迄一日要办野外礼拜吼，所以咱要前往基丁下晡踮伫卫武营每一个人300块吼所以嘛，请咱会当咱团契的会长来报名若是无参加团契，会当直接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咱的报名会到伫10月12来截止吼，所以嘛，请咱会当量早来报名帮助咱的同工来进行这行政的事务吼。好，过来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在9月27有一场迄个音乐会，所以若有意愿你想要参加，会当办公室这边来买票吼。好，过来即礼拜的拜六主日学教师的演习会是我甲牧师娘的做2个分享。头一个是用福音做中心的报道，过来第2个是陪伴新的世代信仰教育的创意甲实践。所以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来参加。若是主日学的老师吼，大家人拢会当来参与这礼拜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，咱会踮伫松大教室来进行吼。好原本咱后礼拜主日下晡有一场演讲咱必须爱取消，是因为迄个李丰基教授吼，咱教会出身的李丰基教授，伊忽然间踮伫前几日住院，医生讲爱住10天到14天才会当出院，所以就无法度来到伫咱中间，所以咱后主日下晡这场演讲就必须爱取消，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来纪念迄个李丰基教授吼。好，另外一场演讲是踮伫东林教会，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会当主动报名来参与。好，今仔日有迄个高明成甲范金竹伊的查某囝来到伫咱中间吼。好，欢迎因当来到伫咱中间。咱做伙来读本礼拜的金句吼，记载伫提摩太前书1章12节。咱做伙来读。我感谢，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提摩太前书1章12节，搁一摆吼。我感谢，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提摩太前书1章12节，咱请起立。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圣诗第395首。七星天北光感谢你，受你因所给你因撒去，心内罪恶比你面前，对主无悔大地随去，我你所要。
古今一个里面。阿门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